英國時間咧就黃昏，香港時間就深夜。都就到中秋，因為星期二就中秋啦。OK， 今日講一個我聽過好笑嘅新聞啦。OK， 咁跟住夜啲我先講英美嗰個協議嗰個會議。上個禮拜係英美嘅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啦，禮拜 OK。至於 live 睇翻會員版啦，年費60英鎊或者105蚊價值，或者110蚊澳紙啊！我就希望呢一兩日我就達到嗰個 significant number 嘅目標啦。OK， 至於下月就會加價，下月未必，因為用咗新 system 之後就會加價嘅。OK， 好言歸正傳啦，講下劏房波啊！劏房波又亂咁講發債啊 ，OK， 即係佢個發債謬論咧，其實都唔係完全冇依據嘅 ，OK， 即係佢就發表網誌啦，佢話佢講到政府嘅債券啦 ，OK， 佢話未來幾個月會公布佢話上個月政府公布嘅零售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風險低、回報穩、安全可靠嘅投資選項。陳茂波指呢次銀債定下相當吸引嘅條件同安排，例如利息同通脹掛鈎並保證唔少於4厘。陳茂波話：除咗希望俾金融更普惠，亦都希望提高市民對基建以及可持續發展項目嘅參與感同獲得感。呢次銀債募集所得會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以支持推進唔同嘅基建項目，即係搞大白象啦。OK， 陳茂波話未來幾個月會公佈其餘零售債券嘅發行詳情。陳茂波指喺政府支持下，有更多公營機構會通過發債以至其他公司投融資，以更好利用市場資金推進其唔同範疇嘅工作。佢話今年以嚟已經有香港機管局、市建局、房協。佢認為呢種槓桿市場資源嘅融資方式，亦都係借助市場專業知識同經驗檢視項目嘅財務可能性同合理性。房協舉債嗰個我睇會員版講咗，我就唔係要重複嘅，因為嗰個係空笑嚟嘅，真係空笑嚟嘅。老實講，房協唔應該舉債嘅行業，因為房協唔係商業，即係你話機管局發債咁，我明個道理嘅。機管局你市建局發債我都仲有啲道理嘅，你話房協發債就一啲道理都冇嘅。我未聽過非牟利機構發債，但係林茂波呢個邏輯咧，就想借，其實咧佢係想借抄嘢嘅。OK， 你知香港政府有籠嘢嘅，就係所謂抄外國經驗，就係抄啲唔抄啲。OK， 最典型嘅例子就係酷熱天氣警告嗰個。即係嗰個停車熄匙嗰單嘢，停車熄匙嗰單嘢佢係抄多倫多嘅法例，定係抄出膠？佢就冇諗過我咁得閒走去研究多倫多嗰條原文。OK， 人哋咧就有個有個鐵，你溫度過27度咧就要豁免嘅，OK， 就唔執行㗎個停車熄匙條例。咁但係咧香港就冇嘅。咁後來就有小巴熱死人咧。政府急睇我嗰啲立法會嗰啲 submission 嗰度攞翻有關嗰個酷熱天氣咁豁免，咁最後就變成惡劣天氣警告豁免。OK， 呢個就係今日停車時嗰條嗰啲豁免嘅背景嚟嘅。其實係我寫上立法會嘅 submission 嚟嘅。其實呢啲嘢咧就唔需要黃世澤提嘅，特別常識嚟嘅。OK， 咁但係咧香港政府往往咧為咗幫自己嗰啲衰嘢咧，帳目咧就會斬一半唔斬一半。佢呢個咧就其實佢話咩獲得感啊，嗰啲咧即係特別昆呢個人家，其實咧佢係當係賣外國債券嗰啲 friend。佢典型係即係抄日本嘅，因為日本好多人就好中意買日本做國債嘅，其實係日本郵，因為你知日本好多人。最 common 嘅銀行戶口咧就喺日本郵政嗰度嘅，呢個係點解日本郵政私有化一個好大嘅背景嚟。而日本郵政咧亦都唔能夠提供太多嘅投資嘅 item 俾你玩嘅。最玩得過就亦都最穩陣，其實就係日本國債。所以日本國債嘅對大持有人係日本國民自己。
就唔係外國政府，通常係日本國民自己。後來中國政府先至買唔少日本國債，唔知有乜政治目的。咁但係日本人買國債，甚都有啲係當然有啲老人家就係嗰種對國家嗰種信任啦，對國家嗰種忠誠感啦。OK， 即係你知道日本人嗰種嘢你明。因為日本最 common 最易開銀號一定係日本郵政。如果你係日本公民啊，唔係講外國人啊，外國人就唔一定係。你知外國人開日本銀行戶口好鬼麻煩，以前就好容易，依家就好難嘅。依家我隻 SAR passport 你想開個銀行戶口或者我住中國護照就可能性好低，即係 even 你有當地嗰啲基本住民台帳，你要游說銀行肯幫我開俾你都唔容易。依家日本最 common 俾錢啊，你用 Wise 啊，係啊，你開個 Wise， 日本俾錢好容易，如果唔係都有啲難度。咁但係你好明顯陳茂波講嘅嘢就想學日本仔，好容易就係啲特別坤啲老人家，呢啲真係衰啊！喺人哋棺材本嗰度點啊？手刮人哋嘅棺材本呢啲咁賤格嘅嘢真係阿陳茂波先做得出。佢就想手刮啲，即係當然如果係嗰個老人家係藍絲嘅咁嗰啲唔使可憐啦，係咪先？佢中計咁，佢中伏係佢嘅事啊，係咪？但係我相信有唔少仲留喺香港老人家都可能覺得，咦好似制得過，好似都幾穩陣，即係仲未認識到香港政府嗰個本質。OK， 咁但係我呢度我首先講一講就係日本人點解會狂買自己國債？日本入俾嗰個人㗎，日本狂買國債唔係亂嚟嘅，嗰啲人亦都唔係冇道理嘅。OK， 因為日本咧啲金融 market 咧，啲 product 咧，一係就好保守，一係咧就好亂龍。OK， 日本啲金融黐線嘢，即係由 Olympus 啊、Toshiba 嗰啲做假帳到嗰啲最早玩幣嘅，好似即係 MTMOX 嗰啲咪喺日本搞咗屎出嚟咯。即係日本係咁㗎，佢就算以前佢日本銀行唔保守㗎，80年代日本你或者90年代都係嘅。你外國人去日本開銀行戶口嘅，佢無人歡迎嘅。如果你有外國人登陸票，即係如果你揸英國公民護照入日本，因為你要個個月免簽㗎嘛，你哋。你英國公民護照6個月免簽嗰啲咧，你揸住外國人登陸證咧係可以開個銀行戶口嘅。OK， 我諗有部分BC 都開過㗎，其實有部分應該開過嘅。因為你比較容易嘅你哋。跟住咧，佢以前咧一係咧就都非常之進取到亂晒龍嘅地步。OK， 跟住進到亂晒龍地步爆咗啦，就即刻變得好收縮。嗱，呢個係日本。咁你以前就以乜日本有啲好黐線嘅金融產品，但係嗰啲老人家驚啊，棺材本嚟㗎嘛佢。咁結果咧，佢有乜嘢係肯定唔會有事嘅金融產品就係日本國債，係仲要經日本郵政 sell， 因為日本郵政喺小泉純一郎私有化政策之前咧係政府㗎嘛。你知日本郵政日本郵政係做金融多過做郵政嘢㗎嘛。依家日本郵政係物流啦，郵票啦，佢物流係去到點啊？乜嘢都有得買啊！你見到日本郵政個網站，即係郵政業務個網站，乜嘢都有得買啊！咪即係中原由食品到急凍食品到乜嘢各地土產，你諗得到嘅，你喺日本都買得到。OK， 你去日本住址都得㗎，你諗到都買得到嘅，你都可以買到嚟嘅。OK， 可以日本郵政但係日本郵政最大嘅業務係保險，一個保險簡易保險。簡易保險即係嗰啲咩火險啊，嗰啲家居險啊嗰啲嘢，因為嗰啲大家費事煩咁喺你反正入郵局㗎。咁啊，第二咧就係郵政儲金。OK， 咁郵政儲金就一定係買啲金融產品，買埋啲金融產品。所以最典型你買日本國債最簡單嘅途徑，對大部分日本人嚟講就係日本郵政。
喺日本郵政，所以日本狂買自己國債背景，當然佢有佢愛國成分，但係佢另一個樣嘢我諗都好實際。日本啲銀行過往做咗太多黐線產品啊嘛，而嗰啲黐線產品我唔知你嗰啲監管唔知乜嚟噶嘛。日本嘅政治唔係100%乾淨噶嘛，日本嘅政治係有污糟邋遢嘢噶嘛。或者日本啲企業嗰啲管理都污糟邋遢噶嘛，有啲都係你如果唔係點會有 Toshiba 暗咗 Olympus 咁嗰啲無預警暗咗嘅？你暗咗唔知咩事啊？嗰啲真係死咗唔知咩事，突然間暗咗咁嘛。即係 Olympus 啊、Toshiba 啊嗰啲，我突然間點解解體？即係點解 Toshiba 個白色家電業務賣咗俾美的啫？即係當然美的啊冤大頭啦，擺明就，但係佢真正原因就係你 Toshiba 佢 concentrate 翻佢真係賺錢嗰啲企業業務啊嘛，因為佢造假做得太離譜嘛，又係佢最賺錢嘅 Flash Memory 嘅業務佢都賣咗俾人啊嘛。佢最賺嘅 Flash Memory 啊嘛，佢係最後係要焗賣噶嘛，就係因為佢造假做得太離譜嘛。嗰個做個無底深潭就係點解 Olympus 要將佢相機業務拆開？OK， 要將個五軸防震個業務嗰個技術要同 Sony 分享啫。OK， 即係點解依家 Olympus 係一間醫療做外窺鏡公司咪係咁咯？就係日本好多呢啲咁嘅嘢嘅日本仔。所以你話日本人買國債，你話有啲係咩存在咁？嗰個係一半嘅故事，另一半故事就係日本啲私人機構真係點啊？沒有最衰，只有更衰。你敢唔敢投資？即係你話買日本股票，有啲人買日本股票熱潮嗰時候，其實我個人係唔敢買嘅。我係同你講，我唔知買咩公司，因為日本仔玩呢啲假象嘅嘢玩得好下手，唔係一般嘅下手，係好鬼下手。你隨時買咗個地雷翻嚟，你唔知嘅。長揸冇一間日本，理論上冇一間日本公司係適合長揸。理論上，呢個係好明顯嘅，即係有時日本啲藥嗰啲小林製藥嗰鋪醜聞咁你知咩事咯？即係日本仔要可靠起嚟可以好可靠，日本仔要唔可靠起嚟都係非常之唔可靠，因為係儒家文化圈嘅特色嚟嘅。OK，即係嗰啲汽車仲係做，即係話喺嗰啲技術。嗰啲測試文件上造假嗰啲廢氣嗰啲，家常便飯。OK， 德國只係一間 Volkswagen 做呢啲咁嘅衰嘢，日本可以間都同佢做呢啲衰嘢㗎，日本夠膽㗎。喂，日本夠膽嘅，因為日本人冇你想象中咁冇實，佢間都可以夠膽同你玩㗎，佢可以㗎。日本係一係極進取，所以你話日本買國債背景就係其實係佢私人。呢個亦都係點解日本嗰時日本郵政點解要私有化原因，就係日本大部分嘅存款咧都喺政府手上。OK，因為日本郵政嘅限制，佢唔能夠放數係有限制嘅。佢大部分嘅錢佢只能夠就擺喺國債或者擺喺放數俾政府。咁你結果你私人部門咧就資金不足。OK，所以日本幾間大銀行就 聲。日本私人部門都聲，所以似製造假，亦俾小泉純一郎要小泉純一郎。要話將郵政私有化，所以點解日本譬如我頭先講 Olympus 嗰個企業挽救係點解係政府出錢嘅？原因亦都係咁，你私人唔夠資金，私人銀行係唔夠資金做嘢嘅，你係要真係需要政府資金介入。個背景係日本人唔信你私人資金，你政府資金介入咧，相對信得過啊！你知日本啲政客嗰啲衰嘢啊！就只不過相對信得過，就唔係話全部信得過嘅。好啊，你話你咁樣玩下咁樣借好多錢咁啊，係啊，日本之後就搞好多基建啊。即係我諗對好多德國人都好鬼羨慕嘅客運專線 ，OK， 即係你知日本新幹線好 reliable， 即係同樣有高鐵，點解德國唔 reliable？ 日本好 reliable， 其實一個背景就係咧，唔係德國人技術唔得。德國係甚少高鐵嘅客運專線嘅，即係你話如果你有客運專線嗰啲線咧，你都穩定嘅，嗰啲時間都 OK 嘅。即係例如Köln 去 Frankfurt and Mainz 嗰條，嗰個係客運專線嚟噶嘛，嗰個投資咗好多錢起嘅，嗰個冇問題㗎。跟住你話柏林去 Düsseldorf 條線，
通常 delay 都係Düsseldorf 去 Hannover 之間即係 NRW 嗰啲段落嗰度 delay 勁嘅。Hannover 去柏林咧冇鑊氣㗎，基本上極甚少鑊氣㗎，因為 Hannover 去 Berlin 係客運專線嚟㗎嘛。即係你知道，所以你德國人講咁點解唔起多啲客運專線咁啊？當然日本好有錢，但係嗱呢個有後果㗎，唔係冇後果啊！我可以同大家講個後果係日本人係食緊呢個後果㗎。日本航買國債有乜嘢最後得出啲咩結果？其實都好早嘅事㗎。以前就係因為咩存在感啊、光榮感啊、參與感啊，咁日本好多人買國債㗎，好愛國㗎嘛日本人。咁就變咗日本手頭上有好多錢搞國內基建 ，OK。咁你最後咧，你譬如首都高速啊，咩日本高速道高工團啊，跟住就狂起新幹線，咩整備新幹線啊嗰啲計劃，咪嗰時嚟咯。好多錢啊嘛，好 Q 多錢嘛，好 Q 多錢，我真係咁整啊新嘅新幹線啊，新嘅高速公路啊嗰啲嘢啦，肯定啦。問題係啦，你整咁多呢啲嘢，你賺唔賺到錢啊？最後70年代一個人員危機，哇！啲債務多到咧，多到債再抬高咗，跟住就有排煩啦。點解依家日本高速公路係一間公司嚟嘅？即係東日本、西日本、東海 OK。跟住點解 JR 變7間公司 OK？JR 177。OK，JR 最後要3間最賺錢嘅，即係 JR 東海、JR 西日本、JR 東日本係變咗大手私鐵 ，OK， 私鐵嚟嘅其實佢哋依家即係日本政府擁有股份唔多。點解最後咁？即係最要變咗地產公司，所以點解 JR 東海咁鬼小氣咯？你有名㗎嘛？即係 JR 點解啲 JR 3間公司互咬啊？即係東日本、西日本仲好啲啊！但係JR 東海同東日本同西日本關係唔好㗎，大佬佢互咬㗎，甚至佢覺得你依家有競爭關係，因為佢整咗個北陸新幹線。咁當然北陸新幹線嘅背景就係咧，如果你再唔起條北陸新幹線咧，因為東海道新幹線其實已經有翻咁上下年紀㗎，你係要維修㗎 OK。但係嘅 JR 東海嗰時咁就係、是。你不如你話你俾我 push 中央新幹線好過啦依家中央新幹線就唔使政府注資咯，因為你就係靠 JR 東海道新幹線嘅錢同埋地產啊嘛，佢係名古屋、靜岡一帶最有米嘅地產商之一嚟㗎嘛。我都未計品川站喎，品川站啲 project 一定要同準川站啲 project 係一定要JR 東海同 JR 東日本係一定會有錢分㗎嘛，一定，因為嗰塊地嗰個問題，嗰啲地權嘅問題。咁好啦，但係你甚至東京站都係㗎 ，OK， 東京站部分業權唔係JR 東日本㗎，東京站部分業權喺東海手上㗎。喂，好拗撬啊！嗰啲嘢好拗撬，當初切割嗰時有啲拗撬嘅嘢，但係好啦。問題係就係你呢一紮嘢，你到依家都尾大不掉嘅。涉及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有個呢個日本國有鐵路嗰個清算工團嗰啲嘢啦。哇！嗰堆嘢大佬依家日本都未還完，有啲JR 九州叫好彩啲咯。JR 九州因為九州新幹線。通車上市，佢都要最後佢有啲要廢線啊，或者要將在來線交俾啲政府經營，即係其實係地方政府食鬼咗啲在來線咯，咩肥沙產啊嗰堆咪係咯，你搞出就係有好多無謂嘅基建啊嘛，搞出大嘅無謂基建就有大量嘅無謂債務啊嘛。喂，大佬，日本依家未搞掂㗎嗰啲嘢，跟住你諗下點解JR 北海道成咗廢線啫？就係啲人講笑咁講，咪廢線廢下廢到變咗 JR 札幌啊！話北海道啊，你實際上服務範圍只係得札幌同函館嘅。咁點解搞咁荒謬咧？當然嗰啲點解即係好多線其實係冇必，即係當然有啲係因為少子化問題，最後人口太少要廢線啦。有啲根本就冇必要咁樣起，你點解會有咁多錢起咁鬼多無謂嘅在來線啫？冇嘢啊！
你日本國債大把點啊？嗰度籌募大把錢，啲人以為點啊？啲錢係唔使還點啊？啲錢係可以自動嚟嘅，唔使還嘅。亂咁起基建嘅，所以你話依家陳茂波話我將嗰筆錢擺喺個基建度，哇！你犯緊日本人一樣嘅錯誤，好明顯。呢啲就真係日本研究啦。所以話中大日本研究係應該執咗嘅，我唔想一路咁樣講，但係你睇劉正同吳偉明做啲嘢咁，你明咯。我唔係日本專家㗎，我唔敢話自己日本專家。咁但係呢個係我對日本呢件事嘅認識，就係佢當年點解發債太容易，有太多錢，跟住啲官僚不受節制，結果就點話製造出一場經濟大災難。OK， 到依家都未完㗎，唔會咁容易完㗎。你呢啲咁嘅金融硬仗咧，玩幾十年都冇問題㗎，幾廿年都未大不掉嘅，有乜出奇啫？你大佬你咁玩法，你黐線嘅咩？咁但係實情就係咁咯。香港仲大劑 OK 嗱，你話日本都已經係好差，但係日本嘅話係咪完全唔需要啲基建又唔係 OK？ 即係你好似東海道新幹線係第一佢係要維修，第二就係東海道新幹線係真係已經係逼得滯啦。即係東海道新幹線變咗地鐵，你要咩點解要中央新幹線啫？中央新幹佢一嚟就俾東海道新幹線有時間收尾，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東海道新幹線發展到今時今日係已經 overcrowd 咗啦。你話嗰啲咩北陸新幹線嗰啲有冇需要？你真係要啊，係咪先？嗰啲真係要啊！嗰啲你個人員流動，你唔通點啊下下？大佬日本嘅嗰啲飛機誇張到飛機誇張到係點啊？到依家都仍然係史上第一㗎 OK。即係好似 A350呢機係唔會攞嚟做 domestic 嘅 OK。喺歐洲你話 A350到 domestic 黐線嘅呢個。但係日本製就嗰啲 A350到 domestic air flight 用噶嘛，aircraft 用噶嘛，仲要飛東京大阪嗰啲，即係你話咁係你已經有東海道新幹線咁 effective， 都仍然有啲咁嘅巨型飛機要飛嗰時，你諗下呢樣嘢對歐洲人講不可想像，不可想像，完全覺得係黐線嘅，但係現實就係咁。或者你知歐洲嗰啲外國線其實係大期有限噶嘛，通常就 A32已經好大嘅。你去到 A32已經好鬼大嘅話，已經好大嘅，冇人聽過嗰架波音747啊，或者波音777啊嗰啲走去飛外陸線嘅，呢樣嘢係黐線嘅，或者 A350飛外陸線對，或者你試下 A380飛外陸線啲人都話你黐㗎，或者啲歐洲人都覺得係黐㗎，或者真係當然歐洲嘅人口密度冇日本咁稠密啊。咁但係另一個嘢係除咗人口之外，就係日本嗰個 OK。但係就算日本要用呢啲基建，要用嘅已經，日本都要用，都搞出個債務問題都尾大不掉，好多問題嘅。即係你日本嗰個國有鐵路清算工團啲債係未還晒嘅 OK， 佢長年都係要清嘅好多，甚至。JR 四國啊 ，JR 北海道嗰啲應該係長期係日本嘅負擔㗎，冇得傾嘅，嗰度唔知點算嘅，嗰度搞唔到嘅嗰度。你嗰啲譬如高速公路嗰啲好多都應該會成為長期嘅負擔啊！係日本需要咁多高速公路要，日本啲高速公路甚至偏窄添，即係如果你同歐洲嘅高速公路比，點解性價比係唔得，完全不能相比嘅 OK。咁但係點解日本嘅高速公路要收咁貴嘅錢啫？佢借翻嚟咁啲錢還㗎嘛，阿哥。所以佢係啊，如果要揸個日本自駕遊嗰啲，我大佬睇啲高速公路啲錢，我係咁燒，係咁 burn 到 money 嗰啲過戶費真係咁 burn 㗎喎，大佬。係真係好驚喎，咁但係冇辦法啊。你日本嗰個借翻嚟㗎嘛？啲錢借翻嚟，借咗要還。所以你話依家陳茂波咁樣搞債牛子孫啊條友，呢個唔係量入為出，呢個債牛子孫。你依家明點解新加坡
憲法規定，OK? 入政府係唔可以借債，OK? 政府借債起基建唔得。入新加坡嗰隻特別債券 ，OK? 入新加坡個債市，以個特別債券用嘅錢嘅用途係唔係用喺呢啲？即係新加坡個特別債券其實就係問中央公積金買，中央公積金買嗰個債賣嗰個債券，嗰個係俾淡馬錫用噶嘛，係政府投資公司用噶嘛。嗰個係因為係嗰個係攞嚟做 invest 你嗰個中央公積金嘅 instrument， 就唔係咁用嘅。所以你話依個陳茂波係咪手刮民脂民膏嘅啫咁啊？即係你當你睇清楚，你同日本一比較，就知道呢個陳茂波正契弟嚟嘅啫。好啦，咁啊呢一集講到呢度啊，咁啊今晚 live 再見啦。如果跟住我應該都會有第二集嘅，第二集應該講英美嘅嘢嘅。OK，咁我講到呢度先。